继续咱来看，即届中国的军演甲台湾包围，不过咱国内甲国际航线是暂时无受到影响。宜兰外海甲花东的外海有一寡所在是拢伫咧即届演习的范围内底，有渔民烦恼会受到影响，是暂时无出海。也那台东的渔民嘛讲，若是拄到军舰会闪开。 天气北摆，暗过宜兰南方河渔港所未少渔船无出海，因为宜兰外海部分区域伫强军联合试验204B演习范围内，原本伫附近海峡作业渔民烦恼被影响，尽量卖出海。也是会担心啊，也是会有所警备啊。有在那边海域，我们就尽量不要出港。 台东富冈渔港渔民历经备准者，花东外海共款部分区域伫强军演习范围内，暗过当地渔民强调一切正常，暗过大家拢真有经验，拄到困难拢会回避。金门海峡虽然无伫演习范围内，暗过金门区渔会共款呼吁渔民出海爱保持警戒。啊，下面啊，通报就到舞台啊。系啊，哈，爱通报啦。看咱警卫都伫对拄到因啊。出海的时候，有碰到类似这一个大陆的军演、前炮艇或者是军舰集结的时候，要及时回报我们的电台。强军演习区域虽然将台湾包围，不过目前国内线、国际线航空暂时无受影响。交通部表示，会继续掌握航机动态，确保飞行安全。面对强军军演，民众正常生活，不过也烦恼经济可能受影响。 不会恐慌，因为反正我们就一样生活，所以还好。假如它更加强的话，可能对我们的经济会有不良的影响吧。强军军演冲击市场信心，就是台股开盘震动，万六超过100点，暗过10点过后陆续有尾盘进场，盘中转做起超过8点，要起到23000点，最后起73点，收伫22975点。开市同款由变达转升，收盘台票换美金是32.168，升达7.4分。行政长杜荣泰指示各部会注意股汇市价治安治安。 这一个讯息在上个礼拜市场可能心里已经有所准备啊。第二个的话就是说，围台军演呢，几次下来之后呢，市场对于这样的一个事件呢，其实已经逐渐就是有把它淡化掉。如果它军演一直持续，有点类封锁航道的话，我们后面会比较有一些信心上的危机会跑出来，这个是需要去防护的啦。 学者表示，朝鲜半岛经济升温，以色列多边开战，致使中东局势紧张，俄乌战争也未停，那台海阁发生冲突，全球经济恐惊受冲击。美方如何协助台海局势稳定是重要观察指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